林沃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到底喜不喜欢高山？我对高山，进去。这我，哎呀，唐耀峰，啊，陆少，这人一直鬼鬼祟祟地盯着你们，他还偷偷录像。以我的专业素养告诉我，他肯定有问题。我看看你在录什么呢？随便录着玩呗。我吃个饭也能碰见你们，真晦气。不对吧？你从一开始就出现了，这么巧，该不会这出好戏从头到尾就是你安排的吧？你今天动过我的电脑，是你发短信给娜娜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花是他让你送的不？我以为你们是朋友。啊，是，短信是我发的，花儿也是我送的，怎么着？唐耀峰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要挑拨我跟娜娜的关系吗？还是你要把这个视频发给谁看？你幼不幼稚啊？挑唆，林沃，你真当你跟他那点龌龊事儿我看不出来啊？现在在这里谁龌龊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敢说你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对他没有感觉？林沃，好歹我也当了你1年多男朋友，你心虚什么样我心里清楚，就是现在这样。你也没比我高尚到哪儿去，还不是挖你好朋友墙角啊？这么好的蛋糕，浪费了。吴东娜，你有病啊！我这是帮你呢。本姑娘又不是傻，你可真是缺心眼儿，你早晚被他卖了，你都不知道。这林沃就是一个故作清高、虚伪至极。我，高山，还说你们俩没事儿？你还想被揍吗？还不走？行，算你们有种。等等，手机不要啦。娜娜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这两位是怎么回事啊？见义勇为，正能量。你还真的找人跟踪我？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对不起啊，今天给大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没事儿，都是朋友嘛。那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就先走了。哟，我也先走了。他们都走了。去哪？回家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走。我今天已经够丢脸、够倒霉的了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唐耀峰那个变态知道你家地址，让我送你。